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我们能够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邀请各位，让我们一起在神的恩典里面，让我们享受神所要带给我们的智慧、生命的智慧与平安。也请我们在我们心里面，我们预备好，也让神的话来教导我们，也让我们引导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一起在等候当中，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带给我们生命的平安。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目者，我心所听，放落家己，予你引带。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接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袂放撒我，愿我一生予你的旨意得胜。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目者，我心所听，烦恼家己，予你引带。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接伴，有你引带。让咱从咱的生命交伫上帝的圣手，伊毋若要带咱行，伊嘛无放撒咱，因为伊是信实的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接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咱去一摆甲主讲。感谢主，愿咱的生命一生，互主来引带，互咱的生命会当得主的欢喜。请感谢主，咱做伙，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在上帝的话语，马太福音第23章第1节到第12节。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能动。
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坠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节里面，在一开始耶稣教导门徒，告诉他们，凡只要是文士或法利赛人，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耶稣教导他们，在属世上，就是说在世上有许多人可能他是假冒伪善，他只会说，但是他不会做。但是他们所讲的话也不是完全不对，所以呢，耶稣他期待，我觉得耶稣他会希望他的门徒至少不是跟人有所区别，是好像是圣人一样，而他们也就成为门徒，也就跟法利赛人一样，只会教导耶稣所教导的，但是实际上他们本身其实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要谨守遵行。要遵行的是他们所吩咐的话。那他们吩咐的话是什么？那就是律法啦，就是规定啦，这些其实他们要遵守。但是呢，耶稣提醒他们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什么是他们的行为？就是他们的行为就假冒伪善，就后面又解释的说，因为他们能说，但是不能行。所以我在想，为什么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牧者一定都会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不仅要能够有基督徒的样式，也有应该基督徒丰盛的生命。什么是丰盛的生命？他的生命不是只有会行，他还能说，即使能说也要能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其实对基督徒来说，要说但是要能行真的不容易，因为要说很容易说，但是做不一定做到，反正没有人看见。可是实际上人的生命特质，我们可以从他说话的语气，当他愿意说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说的是真是假。但是当他会行，他也会实践的时候，你会知道，他说的话是肯定的，因为他很有信心，他看起来就是有在尝试。但是如果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他连说都不敢说，往往是有很多原因，有可能是他自己内心比较没有自信。第二个，他也觉得说，他本身他希望能够更重视在实践方面，他可能觉得说不是那么重要。可是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在说，其实说话的艺术跟说话讲道理，其实对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门学问。那这个往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继续来谈。第4节耶稣说到，为什么法利赛人他们能说但是不能行？因为他们总是把那个难担的重担捆起来，然后好像丢给人，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然后你就是要去做，但是自己却是一个指头也动不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怎么样能说又能行？耶稣就是在指这个，就是说你有很多重担，当你要付出代价去关心一个人的时候，你不仅要能够把那个关心人的事情
爱你的弟兄，爱你的邻舍，爱你的身边的每一个人，付上代价的，把那个重担担在身上，然后去动起来。不要只是说我们大家一起来，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去做什么，你要去做什么，但是我们却做不到。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地方。那耶稣他就继续说了，他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我们接下来从第5节开始，我们从第5节到第6节，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怎么在只有说但是没有做。他们习惯做哪些事情？第一个，他们习惯叫人家看见他们所做的事情。那譬如说他们会把这个佩戴的经文把它做宽。那我们知道这个佩戴经文法利赛人他们会把这个盛放经文的这个一个小皮夹他们会把它怎么样做宽一点，好像就是要让人家看见。他们会绑在他们的手臂上，甚至在他们前额上面。那这些都会让人家看见，说把它做宽一点，说你看很大那个很清楚其实这个佩戴的经文在对法利赛人对犹太人来说，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要教导他们不要忘记上帝的话。那这个接下来他要讲到一个衣裳的坠子，那这个衣裳的坠子就是在他们的外袍，在他们的外袍会有一个蓝细带子。那这个带子呢，他必须告诉他们，警醒他们，要懂得怎么样提醒他们要遵守上帝的命令。所以这2件事情也告诉我们，法利赛人他们不是重视在里面的内容，而谈论到的是外在。耶稣又继续说，第6节说他们喜爱宴席上，在团体当中有宴客的时候，他喜欢坐在那个人工主位，然后那个最主要的那个位置。那在会堂的高位，坐在那个会堂的高位。那甚至呢，还有他们又喜欢在街上要人家问他安，然后称呼他为拉比。那耶稣有再继续说，针对法利赛人这些行为来做个解释。从第8节到第12节，第8节到第10节，他教导我们3个不要。这3个不要，第一个他说不要称呼做老师啦。好，各位弟兄姐妹他说要叫弟兄，也就是说我们彼此要称呼弟兄姐妹。所以他说为什么不要说老师？那可能在大桥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礼拜我们刚过的这个礼拜天，牧师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第5章12节里面讲到我们基督徒要做师傅要做老师一样其实他后面在第12节的后半段他有讲到为什么我们不要做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师傅？因为我们时常把上帝的信息，我们在上帝的信息里面，我们没有做师傅。他在教导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教导我们要做上帝信息的师傅。但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不要受拉比的称呼，代表的是法利赛人跟人的关系，也在教导我们跟人的关系不要做你是老师，我是学生，不是人跟人之间在上帝的话语不是这样的，而是教导我们要学习，互相学习在上帝的话语，彼此的领受，一起在祷告当中所领受的，我相信都是上帝对我们说话的。所以耶稣说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就是谁是我们的老师，彼此都是老师啦。就说彼此互相学习啦。好，那第9节他又继续，耶稣又说到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就说不要把他当作就像他是你的爸爸一样什么你要学什么事情都是找他。好，不是这样，而重要的是你要时常来到上帝的面前，你要跟神求说，主啊，你是我的父亲，我在世上我有需要的能力，我需要的来源智慧，我都要跟神求。所以把这个上帝的身份就当作这个父亲，把父亲的身份当作上帝。好，你要把这个父亲，你希望有一个人在世上做你的父亲带着你，那你要时常想，你有没有把上帝当作你那个父亲一样时常带着你。
如果你时常很羡慕一个人，然后你把他当作就像父亲一样，但是你从来不会找上帝。每次在教会，你说哇，你这个不管他是身份、他的地位，哇，都非常的好像你的父亲一样，非常的优秀。其实你要小心，在我们生命里面，耶稣在教导我们，不要称呼他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的父亲，就是天上的父。第10节，他说不要受师尊的称呼，这个师尊也就是所谓的教师了。也就是说，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说，像指挥者，好像导演。有些人他在世上，在生活当中，他很容易找一位基督徒说，哇，我都要跟你学习，我都想要跟你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你太优秀了，你在上帝的生命当中，让我感受到什么，然后你就一直把他推举像是一个师尊，就是说是一个教师一样，非他不可。其实你也要小心，在我们生命里面，耶稣基督，我们要怎么样从上帝的话语，从圣经里面就有很多耶稣基督的教导，他会让你成为一个好的老师，他会让你的生命就如同希伯来书我们前一个礼拜我们所说到的希伯来书5章12节，我们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我们要成为一个师傅。那在人跟人之间，我们就是弟兄，彼此都是老师。所以这里他讲得非常的清楚，让我们明白耶稣教导我们在跟人之间的称呼，我们要怎么样子的彼此学习。第11节、12节他说，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12节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在我们的 PPT 上面有被截取，被拉掉了哈，没关系，我们可以第12节牧师来念哈，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里说到，如果你要在人群当中，你要心里面想说我要做大哈，耶稣说谁就要先做你们的用人了。好，就是说那个谁要做大的，假如说他要做大的，假如说我们自己想要做一个好的领袖，我们就要先做什么？我们就要先做别人的差派哦。你要别人需要你的时候，你要随时随传随到啊，你要能够委身啊，愿意啊。好，所以我觉得要做一个领袖，实际上是可能的，但是他的态度要做一个像仆人的领袖。所以每一位弟兄姐妹，其实每一个人做领袖是非常的恩典。你要能够做别人的差派的那个领袖，仆人式的领袖，我相信他的生命是非常谦卑的，他的生命是会越来越丰富的。甚至在我们今天所看耶稣所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并没有说，哇，你这个人好优秀，好骄傲，然后你必降为卑，然后就没办法再上来。不是，耶稣告诉我们学习谦卑自己，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面前必升为高。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基督的门徒，我们做基督的门徒，我们就是做学生。我们的老师，彼此人跟人之间就是老师，唯有一个老师，就是耶稣基督。耶稣作为我们的好老师，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果我们过分的自信，而发现我们自己的优越感，那么我相信有很多门都会因此而被关闭。求神帮助我们不做假冒伪善的人。下个礼拜牧师会跟各位继续分享13节以后谈到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如何在耶稣面前被称为那个假冒伪善的人有哪些。各位弟兄姐妹，对于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生命当中的许多的问题，特别跟人之间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更多的智慧。求主帮助我们透过法利赛人跟文士身上，我们更多的学习到，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学生，好的学习的榜样，好的门徒。我们在人跟人之间，当有些人可能会来质疑你的领导地位的时候，你不用怕，不要因此而把你那个
上帝所给你的智慧跟知识，把它埋没了。当有人说，你可以告诉我这件事情怎么解答吗？当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你不要硬抓出一些答案出来，你也不用觉得自己一定要把这个答案一定要解答，并没有。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学习，我觉得学习谦卑的功课，就是在于当人会请教我们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回答，但是我们可以学习知道到底我们该怎么回答。譬如说牧师时常被人家问到圣经的问题，但是有些时候牧师也会突然间宕机，突然间搞不清楚这一段是在哪一段里面谈到，甚至有些人会问说，牧师啊，那这段圣经节他在谈的意思是不是怎样的时候，我发现怪怪的，但是我又不是很清楚该怎么当下，我说的是当下马上回答他的时候，我会开始告诉他，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上帝并没有让我启示，让我看见。所以有些时候当别人问我的问题没有办法解答，我不会学习一定要解答给他答案，而因此而怎么样随便掰一个随便拿一个去搪塞一个答案给他。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在谈论到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习惯在外在让人家称呼他如何，但是他们也时常并没有真实的实际的行动去爱人，去关心弱势，甚至用神的诫命去实践他们的行为。所以耶稣说，你们在做老师不像老师啊，你们应该要做弟兄姐妹，做朋友，甚至唯有把那个位置，把那个角色搞清楚，那么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就会非常清楚，我们的主就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是一个学生。各位弟兄姐妹，耶稣他特别提到，做大的就要做别人的用人，也就是说要做别人的仆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我们把那个卑当作就像是一个谦卑的生命。凡自高的人，他必须要学习上帝说会把他降为卑。也就是说，在你看到很多骄傲的人背后，他都会有一段过程，就是经历到上帝给他的生命挑战，给他一些经历，让他明白他不能再这么骄傲。好，所以呢，他就越来越谦卑自己。那就是因为他过去曾经发生的某件事情，而让他更多的谦卑的心。所以耶稣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那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有一个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知道英国首相丘吉尔，他对保卫国家真的是有功劳啦。那在战争之后呢，英国国会也拟定通过一个法案，希望塑造一尊他的铜像，然后置放在公园里面，然后让人家能够敬仰他。那但是丘吉尔听到以后呢，他就回绝说，谢谢大家的好意，那我怕呢这个鸟会喜欢在我的铜像的这上面拉屎，还是免了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英国首相丘吉尔，他是一个怎么样？他是一个懂得当他被人怎么样捧为高的时候，但是他懂得谦卑自己。那也有另外一个故事，也谈到一个文学大师叫钱钟书。那这位钱钟书先生呢，他最怕在宣传或者是在报纸上面被披露有关他的事情。那有一次，一位英国女王求见，那这个钱先生呢，他执意他坚持就是谢绝，就是不要做这件事情。在电话当中也就对着这一位女王说，他说，假如说你吃了鸡蛋觉得不错，你何必还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那我觉得这个还蛮有道理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哇，这个人很好，这个人怎么样，我们就会遇到哪些朋友，我们就会怎么样去介绍他，然后把他捧高。其实我觉得这个要留意啦齁。但是我觉得当某些人他在他的生命上面有因为上帝的大能力而有所改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为这件事情来去诉说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要将这份荣耀荣誉归给谁？归给上帝。所以有些时候牧师最常做这件事情，邀请弟兄姐妹，然后因为在你生命里面有非常非常大的改变，有非常上帝很奇妙的恩典。其实牧师绝对不是要高举个人，你们自己，我们自己像牧师所说的这一位对象他的荣誉，不是。重点是在他背后他所做的事情让上帝来动心了，甚至让上帝来动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谦卑自己，我们要更多的实际的行动来见证上帝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学习聆听神的话，我们领受神丰盛的疼爱，那么我们就要用我们的行动来跟随他。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主啊，挂尾滚对立。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目者，我心所听，放落家己，予你引带。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照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永远袂放散我，用我一生，予你的旨意得胜。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目者，我心所听，放落家己，予你引带。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照伴，有你引带。让咱从咱的细命交伫上帝的圣手，伊毋若要带咱行，伊嘛无放杀咱，因为伊是信实的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照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咱搁一摆甲主讲。
感谢主，愿咱的生命一生，互主来引带，互咱的生命会当得主的欢喜。真感谢主，咱做伙，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在上帝的话语，马太福音第23章第1节到第12节。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能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坠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节里面，在一开始耶稣教导门徒，告诉他们，凡只要是文士或法利赛人，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耶稣教导他们，在属世上，就是说在世上有许多人可能他是假冒为善，他只会说，但是他不会做，但是他们所讲的话也不是完全不对。所以呢，耶稣他期待，我觉得耶稣他会希望他的门徒至少不是跟人有所区别，是好像是圣人一样，而他们也就成为门徒，也就跟法利赛人一样，只会教导耶稣所教导的，但是实际上他们本身其实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要谨守遵行。要遵行的是他们所吩咐的话。那他们吩咐的话是什么？那就是律法啦，就是规定啦，这些其实他们要遵守。但是呢，耶稣提醒他们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什么是他们的行为？就是他们的行为就假冒为善，就后面又解释的说，因为他们能说，但是不能行。所以我在想，为什么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牧者一定都会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不仅要能够有基督徒的样式，也有应该基督徒丰盛的生命。什么是丰盛的生命？他的生命不是只有会行，他还能说，即使能说也要能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其实对基督徒来说，要说但是要能行真的不容易，因为要说很容易说，但是做不一定做到，反正没有人看见。可是实际上人的生命特质，我们可以从他说话的语气，当他愿意说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说的是真是假。但是当他会行，他也会实践的时候，你会知道他说的话是肯定的，因为他很有信心，他看起来就是有在尝试。但是如果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他连说都不敢说，往往是有很多原因。有可能是他自己内心比较没有自信，第二个他也觉得说
他本身他希望能够更重视在实践方面，他可能觉得说不是那么重要。可是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在说，其实说话的艺术跟说话讲道理，其实对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门学问。那这个往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继续来谈。第4节耶稣说到，为什么法利赛人他们能说但是不能行？因为他们总是把那个难担的重担捆起来，然后好像丢给人，在人每一个人的身上，然后你就是要去做，但是自己却是一个指头也动不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怎么样能说又能行？耶稣就是在指这个，就是说你有很多重担，当你要付出代价去关心一个人的时候，你不仅要能够把那个关心人的事情，爱你的弟兄，爱你的邻舍，爱你的身边的每一个人，付上代价的，把那个重担担在身上，然后去动起来。不要只是说我们大家一起来，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去做什么，你要去做什么，但是我们却做不到。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地方。那耶稣他就继续说了，他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我们接下来从第5节开始，我们从第5节到第6节，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怎么在只有说但是没有做。他们习惯做哪些事情？第一个，他们习惯叫人家看见他们所做的事情。那譬如说他们会把这个佩戴的经文把它做宽。那我们知道这个佩戴经文法利赛人他们会把这个盛放经文的这个一个小皮夹他们会把它怎么样做宽一点，好像就是要让人家看见。他们会绑在他们的手臂上，甚至在他们前额上面。那这些都会让人家看见，说把它做宽一点，说你看很大那个很清楚其实这个佩戴的经文在对法利赛人对犹太人来说，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要教导他们不要忘记上帝的话。那这个接下来他要讲到一个衣裳的坠子，那这个衣裳的坠子就是在他们的外袍，在他们的外袍会有一个蓝细带子。那这个带子呢，他必须告诉他们，警醒他们，要懂得怎么样提醒他们要遵守上帝的命令。所以这2件事情也告诉我们，法利赛人他们不是重视在里面的内容，而谈论到的是外在。耶稣又继续说，第6节说他们喜爱宴席上，在团体当中有宴客的时候，他喜欢坐在那个人工主位，然后那个最主要的那个位置。那在会堂的高位，坐在那个会堂的高位。那甚至呢，还有他们又喜欢在街上要人家问他安，然后称呼他为拉比。那耶稣有在继续说，针对法利赛人这些行为来做个解释。从第8节到第12节，第8节到第10节，他教导我们3个不要。这3个不要，第一个他说不要称呼做老师啦。好，各位弟兄姐妹他说要叫弟兄，也就是说我们彼此要称呼弟兄姐妹。所以他说为什么不要说老师？那可能在大桥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礼拜我们刚过的这个礼拜天，牧师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第5章12节里面讲到我们基督徒要做师傅要做老师一样其实他后面在第12节的后半段他有讲到为什么我们不要做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师傅？因为我们时常把上帝的信息，我们在上帝的信息里面，我们没有做师傅。他在教导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教导我们要做上帝信息的师傅。但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不要受拉比的称呼，代表的是法利赛人跟人的关系，也在教导我们，我们跟人的关系不要做你是老师，我是学生，不是人跟人之间在上帝的话语不是这样的，而是教导我们要学习，互相学习在上帝的话语，彼此的领受，一起在祷告当中所领受的，我相信都是上帝对我们说话的。所以耶稣说不要受
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就是谁是我们的老师？彼此都是老师啦。好，就说彼此互相学习啦。好，那第9节他又继续，耶稣又说到，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啊，就说不要把他当作就像他是你的爸爸一样哦。什么你要学什么事情都是找他，好，不是这样。而重要是你要时常来到上帝的面前，你要跟神求说，主啊，你是我的父亲，我在世上我有需要的能力，我需要的来源智慧，我都要跟神求。所以把这个上帝的身份就当做这个父亲，把父亲的身份当做上帝。好，你要把这个父亲，你希望有一个人在世上做你的父亲带着你，那你要时常想，你有没有把上帝当做你那个父亲一样时常带着你。如果你时常很羡慕一个人，然后你把他当作就像父亲一样，但是你从来不会找上帝。每次在教会，你说哇，你这个不管他是身份、他的地位，哇，都非常的好像你的父亲一样，非常的优秀。其实你要小心，在我们生命里面，耶稣在教导我们，不要称呼他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的父亲，就是天上的父。第10节。他说不要受师尊的称呼，这个师尊也就是所谓的教师了。也就是说，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说，像指挥者，好像导演。有些人他在世上，在生活当中，他很容易找一位基督徒说，哇，我都要跟你学习，我都想要跟你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你太优秀了，你在上帝的生命当中让我感受到什么，然后你就一直把他推举像是一个师尊，就是说是一个教师一样，非他不可。其实你也要小心，在我们生命里面，耶稣基督，我们要怎么样从上帝的话语，从圣经里面就有很多耶稣基督的教导，他会让你成为一个好的老师，他会让你的生命就如同希伯来书我们前一个礼拜我们所说到的希伯来书5章12节，我们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我们要成为一个师父。那在人跟人之间，我们就是弟兄，彼此都是老师。所以这里他讲得非常的清楚，让我们明白耶稣教导我们在跟人之间的称呼，我们要怎么样子的彼此学习。第11节、12节他说，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12节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在我们的 PPT 上面有被截取，被拉掉了哈，没关系，我们可以第12节牧师来念哈，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里说到，如果你要在人群当中，你要心里面想说我要做大哈，耶稣说谁就要先做你们的用人了。好，就是说那个谁要做大的，假如说他要做大的，好，假如说我们自己想要做一个好的领袖，我们就要先做什么？我们就要先做别人的差派哦。你要别人需要你的时候，你要随时随传随到啊，你要能够委身啊，愿意啊。好，所以我觉得要做一个领袖，实际上是可能的，但是他的态度要做一个像仆人的领袖。所以每一位弟兄姐妹，其实每一个人做领袖是非常的恩典，你要能够做别人的差派的那个领袖，仆人式的领袖。我相信他的生命是非常谦卑的，他的生命是会越来越丰富的。甚至在我们今天所看耶稣所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并没有说，哇，你这个人好优秀，好骄傲，然后你必降为卑，然后就没办法再上来。不是，耶稣告诉我们学习谦卑自己，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面前必升为高。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基督的门徒，我们做基督的门徒，我们就是做学生。我们的老师，彼此人跟人之间就是老师，唯有一个老师，就是耶稣基督。耶稣作为我们的好老师，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果我们过分的自信，而发现我们自己的优越感，
那么我相信有很多门都会因此而被关闭。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做假冒伪善的人。下个礼拜牧师会跟各位继续分享13节以后谈到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如何在耶稣面前被称为那个假冒伪善的人有哪些。各位弟兄姐妹，对于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生命当中的许多的问题，特别跟人之间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更多的智慧。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透过法利赛人跟文士身上，我们更多的学习到，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学生，好的学习的榜样，好的门徒。我们在人跟人之间，当有些人可能会来质疑你的领导地位的时候，你不用怕，不要因此而把你那个上帝所给你的智慧跟知识把它埋没了。当有人说你可以告诉我这件事情怎么解答吗？当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你不要硬抓出一些答案出来，你也不用觉得自己一定要把这个答案一定要解答，并没有。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学习我觉得学习谦卑的功课，就是在于当人会请教我们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回答，但是我们可以学习知道到底我们该怎么回答。譬如说牧师时常被人家问到圣经的问题，但是有些时候牧师也会突然间宕机，突然间搞不清楚这一段是在哪一段里面谈到，甚至有些人会问说，牧师那这段圣经节他在谈的意思是不是怎样的时候，我发现怪怪的，但是我又不是很清楚该怎么当下，我说的是当下马上回答他的时候，我会开始告诉他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上帝并没有让我启示让我看见。所以有些时候当别人问我的问题没有办法解答，我不会学习一定要解答给他答案，而因此而怎么样随便掰一个随便拿一个去搪塞一个答案给他。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在谈论到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习惯在外在让人家称呼他如何，但是他们也时常并没有真实的实际的行动去爱人，去关心弱势，甚至用神的诫命去实践他们的行为。所以耶稣说，你们在做老师不像老师你们应该要做弟兄姐妹，做朋友，甚至唯有把那个位置，把那个角色搞清楚，那么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就会非常清楚，我们的主就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是一个学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雅各书在第3章1节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各位弟兄姐妹，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他称呼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意思是说人跟人之间不要太多老师不要好像他非常的他是老师，他怎么样我们就把他捧得很高，其实没有必要。重要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活出要说也要能够行。各位弟兄姐妹，愿主赐福大家。透过今天的经文，耶稣在谴责法利赛人跟文士，也在教导我们现在的每一个做主的门徒，在上帝与我们之间，我们学习把上帝的话语更多的领受启示跟教导，我们学习去陪伴，用上帝的话来分享给有需要的人。但是在人跟人之间，我们在分享上帝的话，当对方他也有所体悟的时候，体会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感谢神，我们也将他所领受的，我们一起透过上帝的话语一起分享，就像朋友一样，就像弟兄姐妹一样。我觉得上帝的话透过耶稣基督，透过耶稣今天所对我们的教导，
要教导我们，我们要更多的领受，从上帝的话语明白我们的身份是做学生，是做一个重要的身份，不要做自高自大的人，而要学习更谦卑自己，去服务他人。愿主赐福大家。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也让我们一起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不仅领受，我们要学习跟随耶稣基督。愿主赐福大家，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他爱我们的心，来分享给更多的人。愿你平安。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多少机会能够好好跟随主？那是份很棒的、很美好的一段生命的过程。牧师要邀请各位，我也要邀请各位，我们一起来学习，领受神的话，也让神的话来帮助我们。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当我无外靠的心，予我不忘行落去。自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疼痛，坚持一生无骗你。自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引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疼分享出去。愿咱的生命会当一直遵守主的话，互咱的生命会当唔拿跟对主，嘛互咱的生命会当靠主来得胜。你的话点我心，当我无望的时，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当我无外靠的时，予我不忘行落去。自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疼痛，坚持一生无骗你。自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引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疼分享出去。
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疼，用你的稳定，用你丰盛的恩典与慈爱，保守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一起领受神你的话语。每一天，我们要一起领受。我们不仅要领受，我们要更多的在你的保护当中，更多的享受神你的恩典。我们不仅要享受这份恩典，也要将这份恩典分享出去。愿主你赐福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